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叫 Jessica。咁曾經咧，我試過有輕微中風啦，2次面癱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健康真係好重要啊，所以將健康想帶俾大家一齊分享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說話咧，就係我肥得健康就得啦。你認唔認同啊？其實肥胖真係冇可能健康嘅，因為肥胖好容易患上一個叫做代謝症候群。想知道自己有冇肥胖症？一齊可以計下30或以上就已經係啦。其實咧，肥胖同我哋嘅脂肪咧，即係息息相關嘅喎。咁你試諗下，我哋條血管，如果我哋嘅脂肪係越嚟越多，個血糖又越嚟越高喎，咁其實我身體好自然咧釋放一啲激素。我哋激素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引發我哋身體出現好多心血管嘅疾病同埋中風㗎。咁想知道究竟其實平時應該要揀啲咩食？呢度就可以俾你參考下，究竟我哋平時咧可以選擇啲乜嘢健康啲嘅食物咯，高纖維嘅食物啊。咁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喺平時嘅生活裏面點樣揀嘢食，令到自己身體越嚟越健康。拜拜。